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我觉得最近啊，这个亲子餐厅好像很流行耶。我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去亲子餐厅，是很好玩啦。但是我发现要喂小孩子吃饭是一件好辛苦的事情哦。真的，3年4班啊，就很疲耶，有时候跑跑跳跳的，要他们坐在位置上真的是非常困难。真的，我听懂了，你刚刚讲说 sitting 应该就是小孩子，那么 sit 饭就是吃饭喽。那我也发现了，其实亲子餐厅还不错的地方，就是它有很多的游乐设施，所以在现场呢，爸妈可以放松一下了，因为在现场呢，小朋友可以玩得很高兴哦。懂听？我也听懂了，懂听应该就是很高兴的意思。不过如果我们要教给大家说呢，小孩子玩得很高兴，这句话呢，应该要说的是 sitting 够都懂听。sitting 够都懂听。今天勾勾公好发也带大家赶一下流行，去玩一玩亲子餐厅吧。你看 Sunny 呢，这边有的玩又有伴，玩得懂听哎。真的耶，我们可以好好吃顿饭了。走，我们去拿食物吧。好啊。小朋友有南瓜煎饼哎。真的耶，Sunny也最喜欢了。对啊，还好他们有准备3年的食物，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才会乖乖的，我们才可以好好聊天啊。真的。南瓜布丁哎，哇哦，高高看到一定会懂听哦。他超爱南瓜布丁的，你帮我弄一点。没有问题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你看啊，3年在这边啊，可以吃饭又可以玩，懂听哎。真的，这样我们可以好好的吃饭了。敏华，我刚刚看你这样子逛亲子餐厅，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耶，吃的东西都装饰的好可爱，而且玩也玩得很开心，而且东西啊都很适合小朋友吃哦。最重要的是爸妈也可以轻松一下了，因为现场有好多玩的东西，让小朋友可以好好玩一下了。这是重点，所以赶快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吧。首先呢，要帮大家来复习的是小孩子，小孩子怎么说呢？小孩子叫做 sitting 哎。哦 ，sitting 哎。还有啊，小孩子在亲子餐厅里面吃饭呢？吃饭叫做吃饭哦，吃饭。还有呢，今天看到很多小孩子都玩得好开心哦，很高兴怎么说？很高兴叫做懂听哦，懂听。还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小孩子玩得很高兴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 sitting 够都懂听 ，sitting 够都懂听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先到这里喽，我们下回见，下回见，拜拜。